食饭时间手路菜，同款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。这是咧台北市东区的巷仔底有一间内行人才知影的乌龙面专卖店。店里卖乌龙面拢是头家娘杨金英，逐工手工现做，Q 底底。本钱较贵要3倍，店里这原物料差不多拢是为日本进口，安尼才会用食到上介纯、上介单调的日本气味。本地伊是一个英文老师，为了要支持因翁的理想，翁仔姐2个人开这间细间的面店啊，要靠台湾人免出国，来咱台湾就会当食到上介单调的日本乌龙面。蛋起乌龙面2份。好。招牌斩鸡乌龙面，伊的分量10足，搁来倒好猪鱼板这的配菜，搁甲淋特chế汤，放一个煎大虾，安尼一碗香公公的乌龙面就会当甲芳上岛。它的面质很 Q，所以我会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在台北就可以吃到了，不用特地飞到日本。一些东京或大阪的，它面条反而没有这边那么 Q 弹，或是这么的爽口。这个乌龙面，伊讲究的是爱现点现煮，这就是伊好食的秘诀。要拿这个面落鼎了后，伊煮的方式嘛是真讲究。因为我们下去之后啊，为了要让那个每一根面的那个在水里面受热是均匀的，所以我们会用化发的方式。120度的高温达煮12分钟，糊起来了后，搁爱随甲呛凉水。安尼，这个乌龙面的面条食到才会 Q 身，用手甲舀一个嘛袂长，面会遮尔好食才 Q 身，因为这拢是坚持用迄个日本出产的麦仔粉、甲树枝粉落去烂的面册。那我们会左右来回，因为会让它那个水分会稍微比较平均的在面上。还搁来掺这个定着济的盐水，甲烂半点钟了后，这个面册伊才会定型。爱甲放咧发酵半点钟，安尼拢总爱甲发酵3摆，才会当来底面。底好的面册都爱出来甲硬乌平，莫看杨心燕是安尼遮尔细粒子，不过伊做乌龙面的架势实在是真有办头。伊毋但是靠手尾力，还阁用几分丝的力落去烂，连即个切面的架势嘛真有迄个tempo的节奏。甲看伊安尼起手落刀，切出来拢平悬啊平悬，这就是伊遮侪年来劳心苦战练习的功力。为着要互乌龙面有较好的口感，头家娘杨心燕伊做面真坚持，会有这个观念，拢是因为这个因头的日本红菜片兵力有咧甲丰富，传承因头的做面的理念。杨心燕伫6年前，还阁是一个英语老师，伊为着要来陪伴因先生来完成梦想，伊就决定甲教车头路甲辞掉来做车的。想袂到伫咧开店要2年的时阵，因头的煞因为心脏病，伫咧半暝安尼困咧，就过身去啊。安尼甲伊放落，阁留一个2岁外的囡仔，是持续了半年的像游魂一样的我自己啦，对，就是每一次，其实我每一次在外面要进来，我都是一个挣扎，因为所有的不管是摆设啦，或者是你像我们的墙上有那个毕业证书嘛，或者是里面有一些它的文字啊，或者是种种，我就连拿一个碗。因为这个碗是我们去日本背回来的。他如果没有坚持住，没有撑下去的话，这一家店怎么办？然后家庭怎么办？小孩子怎么办？要来延续因头的梦想，杨心燕来做出上有在地开口的手做乌龙面，要互人客拢会当食到伊用心的好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